了解自己，要不要处理生死问题，要知道怎么救。这边提到的，唯有修办才能救自己，唯有愿力才能够抵业力。如果你不愿意修办，你救得了自己吗？仙佛都救不了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愿意立愿，而是去行功利的，你要挡这个业力，把这句唱一下。我们现在家庭的什么传承？有一天，随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他周遭的人一定会有面对这个问题的机会。早一点让他的思想变清楚，对，面对这些因果业力在一起的问题，就是修办愿力的问题。那修办跟愿力的背后就是这一个字心。可是你不把它讲清楚，我心的做后了，我上面不有。其实为什么需要讲得很清楚的原因在于，我们任何人都懂，这是一种迷失。我们认为都对的，我修的不对呀，我哪有修错？办得很好，我哪有办得不好？其实太多的讨论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我们要进入第10段，还是习惯的这个修办的人生。你说南爱国说有求道才知道生死，这点很关键的，这点不讲他就不。